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下點樣修改 Notebook LM 所生成嘅 slide。喺1-2個月前 Notebook LM 生成嘅 slide 你係改唔到嘅，但係而家 Notebook LM 有個新功能，你可以針對某張 slide 去修改你想改嘅內容。首先我哋開返上集 iOS 全攻略嘅 slide 做示範，選取你想改嘅 slide，撳右上角修改嘅 button， 下面就會有一個文字框彈出嚟，你呢度可以打上你想修改嘅內容，咁 Notebook LM 就會幫你再生成一次個 slide 啦，好似呢一頁咁，我哋叫佢將對立與轉接改做對立，之後撳生成修訂版簡報，咁佢就會再生成一次個 slide 啦。但係咁改嘅缺點係 Notebook LM 每日修改嘅次數係有限嘅，而且你用文字描述得出嘅效果都未必係你真正想要嘅。今日呢一集我哋會講另外一個方法俾你聽，你可以修改圖片上任何嘅文字，或者加上你想要嘅圖片。首先我哋以 PowerPoint 格式下載個 slide， 之後將個 PowerPoint file 上載去你個 Google Drive 嗰度，選取你想改嘅頁面，撳檔案下載，選取 JPEG 嘅圖片，下載完開啟 Canva.com 嘅網頁。Canva.com 最近新增一個功能叫做 Magic Layer， 呢個功能可以俾你修改任何圖片。去到 Canva.com 嘅首頁，我哋撳 Magic Layer 嘅 button， 我哋上載頭先 slide 嘅圖片，撳 Open Editor。大家睇下，好快咁，我哋就可以修改圖片入邊嘅文字或者圖片啦。我覺得呢個方法比起用 Notebook LM 去修改圖片好用得多。修改圖片後，大家按右上角嘅 Share 掣，之後按 Download， 揀返 JPEG 嘅 format。最後我哋去返 Google Drive 入邊嘅 PowerPoint 嗰度，插入返頭先修改嘅圖片，咁就搞掂啦。而家 Canva.com 呢個功能淨係支援到英文界面，而且淨係支援到 JPEG 嘅格式，而唔可以用 PDF 去修改嘅。呢一點大家就要留意下啦。今日嘅介紹到呢度為止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請大家幫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 唔該晒。